非合法關係伴侶嘅好處係日子耐咗，認識深咗，更了解啦，睇到真面目啦，就可以隨時隨地離開，毫無約束嘅。係啊，好多關係都係因為日久見人心，彼此不再信任，不再遷就，甚至乎見面都有啲抗拒啊。所以呢種非合法關係係最好噶啦，你承諾嘅兌現到，我就打你入冷宮。你開空頭支票，對方以後都唔會接受支票，最好即時轉賬，轉數要快。咪以為自己好高招，但一山還有一山高啊，出茅招，蝕底嘅永遠都係你自己。千祈唔好以為個個都好似你咁膚淺啊！